各位台湾国朋友，大家好，真欢喜甲你做伙讲台湾话，见台湾国。今仔日我想讲来甲大家做伙看1947年228即天的天象。虽讲大家拢是斗阵来讲台湾话，见台湾国的朋友，也毋过大家对228的想法、看法，可能嘛是有淡薄仔无共款。有的人讲228事件，有的人讲228大屠杀。当然讲228事件是上过，就是啥物拢无讲啊。讲大屠杀，当然迄个时阵300个台湾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死，也毋过安尼讲，敢若甲台湾人迄个主动的行动，甲伊灭没去啊，看袂着台湾人伫即个大屠杀内底有啥物款的行动。所以摆我会讲，228其实是台湾人头一摆的独立战争，是头一摆台湾人团结起来，要来甲为外口来的统治者赶出即个岛，进前的。伫咧台湾的人嘛是有起来反抗、起来战争的，也毋过日本人来佮离开了后，台湾人才看家己做一个整体，又佮是一个主体。有人会讲，228迄个时阵无所谓台独的想法。对即款的话，我会讲，人无一定爱有国家独立建国的即款想法，咱人的行动嘛有法度带领来即款的结果。我无需要知影啥物是国家，人就是为家己战斗，就得到为家己建国的即个机会。咱嘛知影，即马真侪少年人嘛是因为。知影台湾的历史，知影咧读中华民国学校的时阵，历史课甲阮讲的是遐尔啊少，总算是知影遮个代志了。因为知影228，知影白色恐怖甲228，我都分割的关系，看到台湾70几冬来一直拢无停落来的战争，两个中国到即马还搁咧战争，我嘛看到台湾甲中华民国为1947年228早起9点，伫咧台北的人决定罢市。罢工，即天是台湾人生的一天，用新的目睭来看家己。阮是有法度为着家己所爱奋斗、牺牲、医治阮受到的伤害，重新成做新的人。好，咱讲到遮，就先来看228即天的星盘。要为倒位开始咧？有咧注意即个天象新闻的人，尤其是伫咧台湾有咧注意的人，应该拢会知影，2010年1月11号。土星，即粒是土星，即个是台湾的盘吼，也毋过土星会伫遮。2010年1月11号的时阵，这有啥物特别咧？阎罗星就是遮，咱看到即粒阎罗星，上细粒的迄粒星，进前皇宫，毋是星的星吼，伊甲土星，因两个要伫遮相拄啦，互恁看。为遮应该就看会到，这是天顶啊，这是天顶边变做一条线，土星甲阎罗星，即两粒星拢是甲地球足远的星，因叮当真慢，所以两粒星相拄的时阵，伊对即个规地球人类的意识，都有真大的影响。2010年1月。土星甲阎罗星，甲台湾人的星盘内底、星盘内底的金星，伫咧天顶的金星是伫同一位。好，讲到遮，对天象无熟的人，可能已经困去啊。重点是，即若是一个人出世伫即个时阵吼，伊的天顶代表的是伊即世人的愿望，伊即世人的目标，伊死了后，伊希望大家安怎看伊。所摆台湾人的天顶伫咧山羊座。山羊座是较大的组织，比如讲国家，国家机关，大家拢爱有的气力。伫台湾人的星盘内底，金星是伫咧天顶，金星是用即个爱心，咱通用爱心来理解即个金星，伊代表的是阮的体验内底一切好的、水的、可爱的。金星嘛会使讲就是爱本身，水本身。咱安尼看。通知影，台湾人对即个目标、即个家己决定家己的命运的即个愿望，是真有爱的。也毋过即个爱伫遮，伫咧山羊座，伊毋是遮尔啊舒适，伊是真严肃，可能保守的一个对爱的观念、对感情的观念。所以我甲即领衫，互即个爱神阿弗洛戴蒂互伊穿吼，来表示即个严肃的爱情观。啥物是水？实用的物件是水啦，好用的就是水啦。一领衫俗俗啊，会使穿几粒十冬，安尼上好。所以咱对水
伫咧即个盘内底，其实是有足侪界限。咱的世界爱是水的，一定爱是水的。台湾人的世界，台湾人的台湾必须爱是水的。毋过水若毋是阮的，安尼要来创啥？台湾岛遮尔水，若毋是阮的，要来创啥？台湾人遮尔水，无法度做家己，要来创啥？这是基本的一世人的目标。莫讲一世人，一个时代，一定超越时空的台湾人的目标啦。土星代表的是即个世界的轨迹。春夏秋冬，一天24点钟，正边我放一个 Father Time， 时间老爸，就是土星的其中一个意象啊。伊是真严肃的一个星。安怎知影伊的严肃？阮拄仔咧讲山羊座，山羊座是由土星统治的。简单讲，山羊座是土星的厝啦，是伊原在伊出世的所在啦。因两个个性意义是真相像，所以摆咱拄仔讲政府机关，土星嘛是代表即款的，就是应当做的代志嘛是爱做，若无做，以后你就知影后摆爱做，就你会食苦就对啦。少年时无顾身体，老时就莫去街，骹头好疼。咱搁来看炎热星，炎热星是上远的、上细粒的星，伊代表咱的意识内底上暗、看袂清楚，袂当讲，真侪读母的秘密。炎热星伊会带来足大、足深的改变。安怎讲？你若是曾经受到足大的伤害，真有可能你会想要背记即个伤害，莫去讲，无发生，就必须爱有一个炎热星，甲你上深的物件挖出来，看了清楚，无法度闪避。所以摆炎热星嘛有伊真好的意义。即两粒星，拢伫第四宫，台湾人的第四宫代表的是土地，阮的厝，阮的家庭，带领咱大汉的迄个。即两粒星伫咧第四宫，拢有一个意义是讲，即个人囡仔是悲哀，可能甲老母分开，厝内无爱，或者可能即个屎囡仔失去爸母，毋知人家己屎伫倒位会屎囡仔，因为这是一个施主者理由，就是甲自我的表达，安怎做家己，互大家看，袂惊吓的迄个人拢有的迄个想要表达家己的迄面，伫咧厝咧。安怎表达家己是受到真大的制限。土星甲炎热星拢有一个真大的制限控制，叫你莫讲话，叫你点点，甲你拍。所以即个意识，即个台湾人的意识，伫咧伊当仔出世到伊少年的时阵，30几岁，台湾人拢是受到压迫，伫咧家己的故乡。有一个想象啦，一个讲台湾话、见台湾国的人，若准讲阮的老母。是台湾，咱通想象中华民国是咱的迄个强迫阮的老母甲伊结婚的迄个查甫人，咱所怨恨的即个，毋是阮的老爸的老爸。所以即个台湾人意识内底，就想要爱背记的一个痛苦、无讲的过往的即个力量，想要背记，民讲。炎热星的气力刷落来，咱来看倒手边一个，我甲写讲晴啊，你若向东边看，一个天是安尼咧洗，为一个海平线看出去是啥物物件晴出来，我毋知安怎讲。这代表的是一个人，也是讲即个台湾人的意识，伊的外表，别人当啊熟悉伊的时阵，看到啥物？台湾人的意识咧熟悉新的朋友的时阵。安怎展现伊家己外向的迄个人格啦？所以，阮外向的即个人格，甲咱的天顶一个90度较紧张、较咸的一个关系。阮讲青球甲青球，有的关系较咸，有的关系较甜，有咸有甜啦。毋管是啥物盘内底，拢一定有咸有甜。金星甲遮有一个90度的关系，这是毋敢去表达，毋敢去讲爱，毋敢去讲啥物水。家己的价值是啥物？毋敢去讲啥物是好的，无想要去面对即个上重要的追求的物件。我放即个目睭，一个紧张的关系。
同时阵，遮甲土星嘛有90度紧张的关系。这是啥物意思？土星伫遮制限，囡仔是会创造，囡仔是会讲话表达。也毋过，即个人伊的外表的人格其实是对这有意识的，伊有意识的，无想要互人知影，伊受着制限，伊受着压迫。伊如果无想要表达伊爱，嘛无想要表达是啥物物件甲伊限制，过来外向的人格，甲期望即个180度的关系，这嘛是一个紧张的关系。也毋过，这嘛是会使带来上大上深的改变的一个关系。即粒星是伊是一个受伤的医治者，伊代表即个意识内底上深的伤害。同时阵代表即个上深的伤害内底本身就有医治即个伤害的经济，所以是甲咱一世人的转换有真大的关系的星。台湾人外向的人格，甲即粒星，敢若是阮的上表面的意识咧看，咱上暗的意识，爱看着敢若会惊着安尼。即粒甲土星嘛有90度的关系，甲炎热星嘛有90度的关系。这是咧讲，即个台湾人仔生性的时阵，阮受到的限制、受到的压迫，免讲嘛是甲阮医治家己有一个紧张的关系。阮哪有法度放下即个物件，才有法度医治家己。大家若有啥物想要更较了解的，拢真欢迎留话来问。刷落来，阮家搁做影片来讲，即个2010年1月11号，台湾人咧追求的上重要的会受到啥物款的影响，甲过往有啥物款的连结，咱安怎改变咱讲话，咱安怎展现家己，我来看。其实这是一个台湾人的 makeover， 就是你敢有看过迄款帮你夹头毛啊，帮你化妆啊，帮你换衫的即款电视的节目？就是完全改造一个人，安怎改造一个人？2010年，台湾人会有即个改造。2010年了后，台湾人安怎看待家己？或者讲的台湾人是当咧建台湾国的人吼，咱安怎看家己？别人安怎看阮？别人咧看阮的时阵，因看到啥？因看到啥物款的一个人？伫咧2010年会有足大的改变。中华民国人对大肚仔的想法会愈来愈无共款。世界对大肚仔的想法嘛，愈来愈无共款，因为台湾人决定该改造家己，互大家看到无共款的台湾人，搁较了解家己的台湾人，甲家己的美感、家己的水徛做伙的台湾人。当然，这内底一定有足大的挑战，爱面对家己无想要面对的代志，爱改变咱甲别人的关系。后摆的影片，阮应该会来讨论台湾人的第7宫，即个海王星，台湾人的第7宫，海王星。日头甲月亮，第2宫甲第7宫，毋管你有啥物款的想法，拢真欢迎你来留话。若是你看了，你想要更较了解安怎看天象，嘛真欢迎，咱会使做伙来讨论。感恩大家，真欢喜甲你讲台湾话，做伙见台湾讲。我是阿春，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